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第1到12节。和合本圣经记载伫第36页，新约第36页，马太福音第25章第1到12节。迄时天国要批评10个在色女，举因的灯出去迎接新竞赛，其中5个戆牙，5个紫色的。戆牙举因的灯无另外带油，独紫色的举因的灯另外带油伫因的器具内。新竞赛演前就拢拄甲坐在困。半暝有大声叫讲：“新竞赛来啦！恁出来迎接伊！”迄时，遮个在色女拢起来修正因的灯。戆个甲紫色的讲：“请将恁的油分阮，因为阮的灯要煞啦。”紫色的应讲：“惊了恁，阮拢无够，较好去对卖人家己买。去买的时，新竞赛到，遐个便利，甲伊入婚宴的宴岛门就关，然后其余的在色女也来讲：“主啊，主啊，甲阮开！”若是伊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我毋捌恁。”以上，即是请陈树林长老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教会福音七件事第3讲：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倒转来甲咱大家做礼拜，尤其咱今日听到上联就是咱的时代唱的歌因的中开十足，歌声美妙，实在是互咱真钦佩。人讲老翁老还佫会剥土豆所以咱爱甲因鼓励咱用普声甲因鼓励来。即种的时间爱继续落，个真好的传统留互咱的后代。今仔仔囝共代啦佫阮阿姨嘛伫即个献歌队的内面。有一天呢，我嘛要望讲4代会共代，孙若来带敬拜学乐，无几年咱望感谢上帝互我会当得到即款的福气。我嘛要鼓励咱大家望咱会当4代当中来敬拜上帝，安尼好毋好？好，感谢主。伫较早当地牧师还佫甲咱伫个时阵捌一段时间带咱追求圣神，迄段时间，互咱感觉真留念啦迄时阵有引一个牧者叫做丹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丹罗牧师伊是本来伊家己是迄个忧郁症、精神分裂症，伊住伫即个武陵中学的对面，是一个化工厂的厂长。后来伊得到圣神充满以后，全部拢医治。毋但安尼伊60岁过去读神学院后来做牧师。等于做牧师以后，嘛有转来咱的教会咱看见伊的白头毛渐渐变做安尼咖啡色的伊的近视拢无去伊咧甲我讲我最近近视拢无去伊做一个见证，伊讲伊转来的时阵有去营总，台北的营总啦有一个姊妹因先生胃癌非常的严重疼拢挡袂牢所以就讲等牧师你转来较紧来甲阮先生甲伊祈祷安尼。当然等牧师足欢喜讲好转来了就隔日就赶去营总呢，赶去营总要替迄个兄弟祈祷迄个兄弟还袂信主，毋是干那还袂信主佫足铁气的若讲到耶稣好就安尼面就随变形因太太这姊妹是足热心的姊妹啦当然等牧师是当然是带念着即个姊妹的热心，所以去到营总的所在伊是伫8楼迄个
迄个电梯来的时阵哦，啊，等下无事都要去哩呢。忽然间一个姓姓的声甲伊讲慢请，去电梯的头前迄个椅仔遐等，哦，爱伊就伫遐坐啦吼，伫遐坐，坐超20分钟哦，会当听到姓姓的声讲好啊，会使去哩啊，哦，哦，爱怎去哩甲迄8楼病房的外口的时阵哦，吼，迄个姊妹的先生哦，听甲巴肚安尼吼，胃疼甲挡袂牢，都哀叫，哀甲偌大声咧。哦，啊，迄时阵等我说阵行入去，时间太遐拄好，哦，圣神的引带啦，圣神的引带，听20分钟，圣神引带伫咧上界听的时阵，伊来到迄个所在，就替迄个兄弟祈祷吼，啊，后来伊治，后来伊嘛来信耶稣。你知嘛？圣神伫咱的生活中间是非常重要，所以阮今日要甲咱讲即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即个题目吼。教会复兴爱有即7件代志，茶就是祭坛，米就是圣经啦、灵粮啦吼。啊，教会若无信徒若无读灵粮，教会若无注重灵粮，我捌讲过，就亲像迄个林粮堂哦，迄个粮掉了一样吼，迄个真凄惨嘛吼。今日要讲即个油，油是啥物货？油伫咱圣经的经文非常济啦，伊的本质是橄榄油。橄榄油的用途会通食，会通点灯吼，会通医治，会通献祭。阮做传教者，身躯拢定带着即个一罐的橄榄油吼。啊若有人要祈祷的时候，我会甲抹油医治。啊，这照雅各书第5章所讲的，油嘛会做圣化的路用吼。伫圣经内面，上顶圣神的9种的物品内面。油是其中的一项，而且吼，油是常常受提起、受使用的一项。伫圣经内面咧讲圣神温膏，也是抹油的时阵，也是讲灌压的时阵，拢互咱想着油，也是互咱会去使用油。吼，即个油就是橄榄油吼，因为所以因为安尼，伫咱咧讲即个。教会复兴7件事的时阵，柴米油盐酱醋茶，咧讲到油即项代志的时阵，伊是咧象征圣神的温膏啦吼。头拄所读的圣经，耶稣讲到10个在色路伫遐夜灯火伫迎接新竞赛。我会记即段圣经是就到麦顶了。定爱讲的道理吼，伊拢无别项啦，伊干那讲即段道理吼，所以对头到尾我所看到伊伫啥物团契咧讲，拢是即段道理吼。10个在这路5个是巧的，5个是戆的，巧的吼是安怎叫做巧？因为伊有准备油了，戆的是安怎叫做戆？因为伊无准备油，所以5个巧的。当新竞赛来时阵，新竞当然是代表耶稣来。耶稣来伫末日的时阵，5个巧的，因为有准备油，所以安怎真紧就甲即个新竞赛入去到迄个沿道内面伫遐坐倒。什么是油？还是讲什么是灯油？敢若伫真济道理内面，咱真少听到解说讲什么是灯油。所以我今日要对咱讲的是咧讲。是要甲咱解释讲，什么货就是灯油啦吼。灯油其实就是咧讲圣神，常常将圣神带伫身躯边，安尼的人真容易伫耶稣过来的时阵，会通甲耶稣入去迄个沿道内面坐倒。若无常常将耶稣带伫身躯边的人，就亲像迄5个戆的。因无忠实做基督徒，最后无法度通进入新竞赛的宴席，受拒绝伫外面。所以看起来，教会复兴还是个人的复兴，油是相当重要的。今日咱们对圣经来看，迄个油要抹伫倒位，还是讲咱要安怎得到油来抹？今日大家爱想的就是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必须爱思考，我的油准备好啊未啦？
我的油准备好啊未？因为耶稣讲我来亲像插到，亲像插半暝来，还是什么时阵来，咱拢毋知。总是若来的时阵，咱无油通点灯，要安怎迎接耶稣？所以，我问咱兄弟姊妹，转去时阵，小可思考这个问题：咱的油准备好啊未？油伫圣经内面，伫利未记24章第1节甲第4节啊，咱若看中文的圣经，咱就知影吼。我才有用中文圣经讲，油源若真充足的时阵，灯火就会常常光咧。伫圣灵的至圣所的内面，倒手边就是有金灯台，正手边有白色饼的桌啊。入去到圣殿内面，就是第一个爱迎接圣神啊，第二就是爱献身啊。哦，献身就亲像这个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所讲的。所以咱来到伫圣殿内面，咱第一个就是爱迎接圣神。哦，毋是伫遮讲话哦，就是开始祈祷。迎接圣神甲咱同在，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示。上帝吩咐大祭司亚伦爱负责，互这个金灯台的火一直光咧，袂使失去。所以咱看撒母耳，伊受到大祭司以利真信任，伊伫囡仔时阵，伊就困伫圣殿的内面，常常保持迄个油灯、金灯台的迄个光。常常伫遐发光，所以安尼的人会互上帝重用啦，吼，就是讲撒母耳即款的态度会互上帝重用。咱拢知影啦，灯台会发光吼，毋是伊迄个灯芯的问题，是伫灯油。所以油是上介重要的，若无油呢，灯就会花去。所以咱每一个人拢必须爱保持迄个油常常满满，就是讲你的油源若充足，灯火就会相明。圣神当然是迄个油啊，圣神是咧供应咱迄个油，所以咱常常爱有圣神的同在。圣神的同在，咱可能听到的，但是咱检查毋捌拄着，检查毋捌拄着。伫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节甲第6节。伫遐撒迦利亚看到异象，伊拄着天使，甲伊叫醒，伊讲：你看到啥物？天使甲伊问，伊讲：我看到一个金灯台，顶面有7盏灯，佫有7支管，油管，接伫一个2丛橄榄树的顶面，伊讲：你敢知影意思？讲毋知啊，这是啥物意思？当你毋知影意思的时候，你就要问圣神圣神就甲伊讲，这是。耶和华的神，要甲所罗巴伯讲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调，是我靠我的灵才会通成事。我的灵就是圣灵、圣神，所以咱我靠上帝的圣神才会通成事。伫这个世间，咱就要常常我靠上帝的圣神，像诗篇所讲，迄个君王若一个过身我靠伊的人就拢总无帮衬，伊所计划伫迄天就结束啊。总之啦，我靠上帝，我靠圣神，毋是安尼，因为我靠圣神，咱会直直发光。有人安尼讲，我靠圣神咱互圣神充满以后，伫世间的生活，迄个油会有当时会流去，有当时会蒸发，所以常常都要补充。补充油上介好的方法，就是常常甲圣神连结，接伫迄个橄榄树的顶面。所以，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圣神才会通成事。那么，咱大家人每日拢有甲圣神交通的生活，你就会事事亨通。甲前后边仔的兄弟姊妹讲。都爱甲圣神保持真好的关系，来，都爱甲圣神保持真好的关系，你就会事事亨通，你就会事事亨通。其实上，咱19章第5节到第7节，嘛有甲咱讲迄个油，圣神的油抹落时阵会抹出来
这段圣经是咧讲着12个受过约翰悔改洗礼的人，因毋捌互圣神充满，所以当保罗拄着因的时阵，问因讲恁敢有拄着圣神充满？伊讲无啊，所以保罗就甲因换手，保罗甲因换手，圣神就安尼降伫因的身躯，因就开始讲方言咯，这讲方言就讲灵语啦，讲属灵的言语，佮讲语言，就是开始传福音，总共有12个人，因以前是敢若受悔改的洗，总是拄着保罗以后，保罗甲因换手，互因得到的是圣神的洗，所以互圣神充满有3个特色。这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4章、第8章、第10章，咱较定来读，到第19章5个所在，拢共款，拢无变，拢是即个，就是讲方言、传福音、有喜乐活泼的服侍，这是互圣神充满的3种现象。讲方言、传福音、有喜乐活泼的服侍。今日的基督徒拢共款。圣神充满伫咱的身躯的时阵，犹原是这3种：讲方言、传福音、有喜乐活泼的服侍。伫香港有一个兄弟，伊无信主啦，因兜是香港的3大好野人之一，姓陈伊到伫英国去读册，伊读法律的，有一日伊对校出来，伫路边看到一个查某囡仔足水我相信是足水，因为伊安尼。甲对，甲喐，就甲伊讲话，讲到教会去，原来迄个查某囡仔嘛还未信主啦，拢去教会咧做，对入去教会呢我想做礼拜做点外钟牧师的讲道佫较长咧坐甲不耐烦咧即嘛礼拜煞咧，伊毋是转去呢去参加小组，参加小组人去的是一个拢总是。青年查某囡仔的青年小组，这个陈兄弟查甫伊嘛对人去遐坐啦，坐伫边感觉拢总查某囡仔，敢若伊一个查甫，感觉足歹势伊嘛是伫遐坐，安尼面烂安尼用要到2年，这个查某囡仔答应伊的婚事，后来2个就伫教会结婚，2个拢领洗礼，领洗礼以后受到圣神充满，这个陈兄弟，伊就对英国带伊的太太，来到香港，伫遐开业律师的这个工作，伫香港的所在，因为因过来拢是律师啦。毋过这个兄弟毋是安尼，因为圣神充满以后，非常喜乐，伫遐咧为着主做真诶代志。迄个时阵，转来到香港拄世界杯的骹球赛。因兜有钱嘛，就甲因兜的大鼎佮用迄个布棚安尼压起来，放一个足大的银幕伫头前，世界杯伊直接去网络去甲接落来去甲申请接落来直播啦你嘛若咧睇就开始咧睇啦所有的人拢会来因兜看即个世界杯的骹球赛足欢喜足欢喜伫迄个休困的中午有一个休困的半点钟两个夫妇就伫遐传福音咧，开始传唱歌呢，分这传单，传甲足欢喜的。一暗最少拢有20外个来决志信耶稣，上济80几个。一月日的世界杯安尼落来不得了，这个人伊拢甲带入去教会，教会一个增加几200人。现在受圣神充满以后。做即款的代志，伊这太太真水，佫真够传福音伊有传福音的文书所以伊逐日拢会对人传福音伊国语讲袂认得啦迄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伊定定讲做荷马福音因为克甲荷要甲共款来看倒边马可福音讲荷马福音逐个笑甲毋过伊对传福音。有书面，有文书，见到人就传音，有一边计程车的司机来传音，计程车司机听甲足欢喜
啊，因为伊人嘛水嘛吼，我听甲足认真安尼。啊，要落车的时阵，才发现讲迄个钱袋啊袂记载呢，吼，钱包忘了带，啊，要安怎？哦，你吼去阮先生的律师事务所吼，去遐甲摕钱啦。哦，啊，计程车司讲，太太，毋免啦，我爱甲电脑爱甲你说多谢啦。你遮尔热心对我讲耶稣，爱阮全家的人拢上天堂。我无钱嘛真欢喜，安尼怎话？一个温哥满意的人，满出来的人，就是亲像安尼。所以，互圣神充满，有即三种。我毋望咱大家拢开始爱较无圣神的充满。你会互圣神充满，请对前后边的兄弟姊妹讲，你会互圣神充满。你会互圣神充满，阿免。使徒行传第10章44到46，伫遐互咱看到一个事实，讲咱对圣神充满的人，咱就要甲伊尊迎恩膏，吼，尊迎圣神。圣神的哥尼流的家庭伫遐吼，哦，安尼彼得咧讲道理，互即个哥尼流的家庭听吼，甲伊的朋友听，圣神吼安尼好，赶紧哦，赶紧哦，啊！彼得都讲耶稣的道理，讲也袂了咧吼，圣神就开始充满吼，开始充满哦，10外个人拢伫遐开始就叫圣神充满，伫遐就开始哦，对人传福音，讹了上帝吼，是了咱所看到，所以足奇妙代志发生伫因的身躯。啊，保罗即个彼得看来讲哇，啊，外邦人敢会当受洗来信耶稣？吼，这当初因拢想袂到啦。彼得去因的家庭吼，去讲道去传福音，伊嘛无想讲会甲哥尼流全家施洗，领洗咧，互因来信耶稣无呢？哦，犹太人无这款的想法呢，总是你看彼得讲的话，讲圣神充满伫因身躯时，伊不得不来。伊讲圣神都充满啊！阮当初互圣神充满的人，哦，一天3000人信耶稣，5000人信耶稣。啊，所以这个互圣神充满，所以彼得真正就伫遐甲因领洗咧。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历史上真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彼得伫遐尊迎恩膏，所以咱必须爱尊迎恩膏，咱毋通吼照咱过去所想的、所理解的、所受到的教导，对互圣神充满有恩膏的人，伫遐批评。还是伫遐做毋好诶代志，即摆咱都爱尊迎恩膏。美国有一间真大间诶教会，长期聘用专任诶即个圣乐牧师。教会诗班训练，也是即个迄个俄勒赞美团诶训练吼，训练甲足好势。所以因诶教会吼出足侪，较早出录音带。我去美国嘛有甲买啊吼，出 CD 出 DVD， 什么拢出 DVD， 哦，非常趁钱啊，嘛得到全世界真济教会的讹乐。总是有一天，这个圣啊牧师受到访问的时阵，伊伫遐作坦白讲，伊讲我真坦白讲，阮的诗班也好啦，阮的敬拜团也好啦，阮伫上台的时阵表演的心态。偏服侍的心态大真济，阮表演的心态大过阮服侍的心态。直到有一日，阮的团员来一个乌人的姊妹，伊改变阮这个团，安尼怎话？咱真正爱注意，咱伫学乐的时阵，咱表演的心态是毋是较大伫咱侍奉的心态？咱常常爱省察咱家己。当即个姊妹乌人的姊妹入来时阵，就知影讲伊袂晓看谱，伊真善良，所以伊无头路通食，伊无学过声乐，伊所读的册非常少，总是闹伊在场，整个的敬拜团、整个诗班，敢若变过来共款，表现的拢无共款，见证。伊伫敬拜甲学乐方面真正有恩膏满溢满出来，
圣个牧师真谦卑哦，马上摕家己一部分的薪水甲留咧哦，讲什么你毋免去上班，留踮教会做伙服侍。尊荣温歌哦，最近香港有一批的教会青年，迄个迄间礼拜堂哦，伫遐伫做礼拜的时阵，哇，听到因的圣甲俄罗敬拜团，听了非常的感动哦。哦，这个敬拜团哦，改变，完全改变，将人带到大君王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姊妹的温歌是咱应该爱尊敬的。虽然伊无读册，伊学问无悬，这个牧师会通尊荣温歌，嘛是互咱真佩服的。尊荣圣神赐予每一个人的温歌，是咱必须要学习的。有温歌要创啥？有温歌有做会通做个代志。尼米第7章第30节就甲咱讲，哦，迄个就是尼米咧起即个耶路撒冷城墙，外族的人嘛继续来伫甲因攻击哦，伊就讲哦，每一个勇士拢徛出来，到家己的厝的对面即个墙的遐去守望哦，守望。所以即个勇士拢徛出来哦，因凭别人牺牲较济的体力，牺牲较济的时间，伫遐为着整个耶路撒冷来服侍、来奉献。西雅图有一间教会，16年来连续成长。特别老牧师到伫因的教会要讲道的时阵哦，教会有12个专门咧祈祷的人，全12个哦，来甲牧师换手。哦，信徒毋是讲袂使甲牧师换手啦，这伫外教派，毋是咱顶头教会哦，定定嘛信徒来甲牧师换手啊。哦，我伫武昌教会也是浸信会、宣道会，信徒嘛是讲甲阮换手替阮祈祷啊。我拢领受啊，因为若对上帝来，我拢领受。弟兄姊妹，咱一定爱观念爱改变，哦，观念爱改变。信徒会使甲牧师换手祈祷，哦，毋是换头壳啦吼，是按伊的身躯肩胛头、骹脊平，哦，握手、右手来替伊祈祷，因为牧师传教者真需要信徒的代祷。这个教会西雅图，这个教会有12个代祷的勇士，定就是在替牧师祈祷的。牧师上台以后，因犹原留伫祈祷室继续祈祷，到牧师讲道落来。咱知影英国苏布真牧师嘛是共款哦，伊个教会讲有一个发电机啦，有人来教会讲，听讲恁教会有一个发电机哦，伫倒位？哦，苏布真牧师讲，伫阮的地下室。入去到地下室看，有300个人为着迄日的礼拜伫遐咧祈祷，300个人为着师父真牧师伫遐咧祈祷。所以你看，伊个教会几啊场的礼拜，几啊千人的礼拜，伫遐真复兴。兄弟姊妹，祈祷无遐尼困难啦。祈祷毋是遐尼困难，你莫讲我无祈祷的温数，即句话是大大的错误。祈祷每一个人拢会晓做。因为这是甲上帝讲话，祈祷若要甲祈祷有温数出来，你都要做长期的祈祷。一日祈祷2点钟、4点钟、6点钟，甚至规日拢咧祈祷，温数都会出来。所以毋通讲你无温数哦，上介少你会通真做守望的勇士，真做教会守望的勇士，真做教会复兴的守望勇士。请举起你的手。甲边仔前后人讲你会通真做守望的勇士来，你会通真做守望的勇士。我真期待咱的教会有较济守望的勇士，为着牧师传道，为着教会来代祷，互咱教会会真正得到复兴。温哥，每一个人能得到嘛？我直接要甲咱讲会啦，每一个人拢会通得到，所以。你有较无温哥无？伫以赛亚书第44章第3节，上帝特别提到着亚述伦这个名称的时阵，伫4个中间咧称以色列，拢会变做亚述伦哦。
这个名词，所以咱读到这个耶稣论的时候，就当这是一个诗。所以以赛亚书第44章，这是一个诗，所以伫遐讲耶稣论，是咧暗示以色列百姓爱转去申命记第32章，伫遐来看迄个时阵，上帝甲以色列讲什么话，甲耶稣论讲什么话。虽然以色列人一直是背逆的民族，总是上帝透过耶稣论这个名称，互因想起上帝甲因立的约，以及因要得到更新的时刻。对基督徒来讲，虽然咱的灵命的状况有当时好，有当时歹，总是上帝要赐予咱更新的油，要予咱，迄就是圣神欢喜赐予咱的。所以无论怎样，咱拢都爱袂记你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在表来走。你都爱较无圣神，追求圣神的恩膏，你就会互圣神充满，互圣神更新。无论你是什么款人，香港有一个姊妹吼，伊伫共迄间教会内面，伊读册较歹啦，读册较差啦。人高中考1摆就调，伊拢考2摆；人大学考1摆就调，伊考3摆。伊伫甘背中间，伊个头敢若举袂起来吼，面敢若担袂起来安尼。总是有一遍夏令营的中间哦，伊嘛咧教水学啦吼，都夏令营来过若百个这学生吼，囡仔伫咧夏令营，哇，有够差的教会头1摆有来遮济人，老师是老师，偌济人伫遐咧控制拢控制袂了。总是这个姊妹吼，伊虽然这个成绩学校的成绩无真好，但是伊看到这个囡仔安尼的时候，啪一就跳起台顶，无1分钟，囡仔静走走，无1分钟，一个场面拢控制到真好势。牧师伫边仔讲，阮这个姊妹吼，虽然袂啥会晓读册哦，佫有这个甲囡仔做伙的恩膏呢。伫个迄个夏令营以后吼，牧师就甲叫伊讲，无面姊妹，我感觉你有这方面的恩膏，你有感觉袂讲，我嘛小可有感觉啦。伊讲安尼吼，你是毋是爱继续追求？你去读新人院好毋好？伊讲好啊。牧师甲推荐爱你去读新人院吼。即马伊已经做牧师，伫大陆、伫中国内面吼，伊做这个儿童的事工非常的成功。尼即摆。咱毋通看见咱家己啦，你拢有恩膏啦，你拢有恩膏，请甲前后兄弟姊妹讲，你拢有恩膏，你拢有恩膏。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使用你，搁较大声地来，上帝要使用你，阿免。这个姊妹，伊知影有即款的恩膏以后，伊听牧师的苦劝，去考新人院，考掉即马做牧师，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无看你的学历，上帝知影讲你若有较无圣神，伊就要甲你抹油，你就会完成伊的使命。讲真个恩膏，总是我嘛爱顺续讲到恩膏的危机啊！伫撒母耳上卷第15章33遐讲到即个扫罗成做以色列王了，伊伫遐真骄傲，伊诡辩。太赢即个非利士人以后，伊就开始伫遐无顺服上帝的话，伊甚至代替撒母耳去献祭，迄是敢若祭司会使做的代志。上帝真无欢喜啊！上帝就撤回伊的恩膏，本来是恩膏赏赐伫即个扫罗身上，后来撤回倒转来，将即个恩膏来放伫大卫的身上，所以。互咱知影，骄傲无顺服，越权越权，偷摕上帝荣耀，拢是恩膏的危机。这款人可能会互上帝完全拒绝。所以咱来常常顺服上帝，领受伊的恩膏，伫遐会通将所有的荣耀归予上帝。这款人，上帝要互伊搁较得到荣耀。1989年伫马尼拉，
阮咧是菲律宾吼有举行全球第2届的乐颂的福音大会，这乐颂的大会吼，这是格里罕博士伊伫全世界的福音教派中间所带领的一个福音传遍世界的大会啦。第1届是伫瑞士的乐颂吼，第2届阵将即个名才带来到菲律宾，第3届已经无偌久以前伫南非吼已经做完啊。所以伫1989年的时阵，伫菲律宾的马尼拉咧做即个乐颂大会的时阵，香港的一个欧牧师，少年的牧师对中国的迄个安徽省吼安徽省带一个互中共甲关伫罗改营18年的牧师，即个牧师真歹势，有缘姓陈啦吼，姓陈，就带来迄个会中，伫遐见证伊怎样伫中共的罗改营度过18年的历史。最后迄8年，伊家己讲，因为伊坚持信耶稣，伊无要放任耶稣，所以去互中共甲封做即个顽固派吼，关伫甲一个人关伫迄个上界垃圾、上界卑贱的粪池。粪池就是安尼，逐日吼，人个所有的水肥车吼，我著车水肥来，我放伫咧水肥池的内面。一个年纪有年纪的人伫迄个所在是真危险的，袂使跋落去。总是伊伫安怎，逐工都爱用迄个靴吼，去养迄个水肥，甲压伫即个稻草的顶面。过无几工，就爱甲即个稻草扁平吼，互即个水肥料会通安尼淹着即个稻草。互即个稻草拢成做肥料以后，它送出去去压产啦吼。伫内面人问讲，你伫即个真垃圾的即个粪坑是咧创啥物货？伊讲我伫遐吼，逐工敬拜，逐工背圣经，逐工吟诗学了上帝。兄弟姊妹，听了吼，是真可惜呢。伫迄个粪坑遐尼臭的所在，伊讲伊伫遐咧学了上帝啊，伊伫咧敬拜啊，伊伫咧背圣经啊。兄弟姊妹，咱来家己反省哦。咱今仔有遮尔好的所在，有冷气通吹，咱来到即个礼拜2的中间，咱是用什么心态咧敬拜上帝？咱来家己好好反省。咱一定要知影上帝祝福即个牧师啊。伊伫遐8年，讲你安怎吟诗学到上帝？伊讲我唱即个伫花园内吼，在花园里即首诗即首诗上界尾的副歌是讲。伊甲我同行，搁甲我讲话。伊对我讲，我单单属伫伊。甲主伫花园内，心灵真快乐，情无人捌经历。即个陈牧师伫迄个中间，受着苦难，受着压迫，家己一人伫迄个真臭的即个粪坑的中间，还阁是咧学了上帝。唱安尼是讲，迄是伫花园内啦。哇，讲了全场牧师、青年，遮来听的信徒拢伫遐流目屎。伊就开始唱即首歌。下面遮兄弟姊妹嘛对伊唱即首歌。迄个时阵，鼓手、乐团、敬拜团拢上台去，伫遐开始唱哦。伊咧唱即个歌，全场700-8千人，甲陈牧师唱即个歌的时阵，圣神带领，所有来的人拢得到感动，得到充满。即个时阵，陈牧师却点点，由即个少年的欧牧师的唱讲来离开你无爱留咧，甲逐个人享受即个温歌的时刻。伊讲无啊，油已经倒了啊，空干留咧要创啥物货？油已经倒了啊，空干留咧要做啥物货呢？
兄弟姊妹，即款的信仰，将所有的阳光拢归乎上帝，这是咱今日学习的。我望咱的敬拜团、咱的诗班，也是咱所有的传教者拢共款。毋通讲哦，阮今日唱了真好哦，阮今日唱了袂歹吼。爱对所有的阳光归乎上帝，毋通偷摕上帝的荣耀。安尼，这个牧师得到奖福。干若无算什么，油它是宝贝，油倒了啊，就是要阳光上帝。迄个干若想要得到阳光，前后早晚会出问题。真正是安尼，咱看到世界。台湾足侪有名的牧师拢是安尼出问题。兄弟姊妹，咱看到扫罗的情形、扫罗王的情形，咱就爱警醒。油既然倒了，空杆仔都爱摕落来，毋通搁徛伫台仔顶。最后我要用诗篇23篇第5节来甲咱们三个勉励。伫遐大别拢安怎讲？讲伫我对你的面前，你甲我摆现一下，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互我的杯满出来。因为即摆这是一个真好的话啦。咱常常上帝互咱伫对敌的面前，甲咱抹油，互咱的杯满出来，赢过对敌。这是信靠上帝人，信靠耶稣人，才会通得到的福气。所以，咱得到圣是的恩膏，就是要服侍世间人，要带人来归主，要阳光上帝。咱来看大卫龙，伊受敬的时阵，伊是敬村的呢。7个兄哥拢伫撒母耳的头前安尼过啊吼。爱像迄个人仔底笋的迄粒柑啊，老底层啊，人仔底柑吼，见无人爱，伫遐认的，安尼上帝讲，即粒我好，即粒好，即粒我袂，即粒对我是拣即粒，是安尼的情形。互撒母耳吼跌破眼镜啊，当然迄个时无眼镜啊吼，这样跌破眼镜。兄弟姊妹，上帝应伊，所以伫撒母耳上卷第16章13节安尼讲，对迄日开始，圣神。日日充满伊，所以代表他伫伊正在讲，以后伫遐感谢讲，上帝赐福伊的福是亲像迄个杯满出来。伫韩国，我捌拄着一个牧师，叫做姓姜啦吼，姓姜子牙的姜吼，这个姜牧师，伊少年的时阵，伊是啥？罗马头太保吼，伫校做他们。韩国的学校吼，高中读甲拢无啊，读甲最后一间上歹迄间，以至于迄间嘛无悔改啦。迄阵韩国的这便所吼，设施并毋是像咱台湾遮尔焦逼啦。迄粪坑吼，拢要囥伫外口吼，迄个水肥迄当咧养水肥，拢无冚挂。就趁迄查某囡仔吼，入去迄便所的时阵吼，下课因就遐吼，摕迄个大粒石头遐。牵落迄个粪坑内面迄水肥安尼喷甲规身，喷甲这查某囡仔规身躯，就伫咧便所内面哀叫安尼，因为足欢喜，这校长啦、训导主任啦、老师对因拢足头疼，甚至安怎拍拢袂改变。这个训导主任甚至甲7、8老师甚至安尼讲，这个人吼，这个囡仔若悔改吼。天会落红雨啦！其中有5个老师讲，这个囡仔若悔改吼，阮要探讨什么原因，阮会去敲吹。有一日呢，迄个所在都咧做培灵会，教会咧做培灵会，来一个足有名吼、足有灵迄个恩膏的牧师来，伊安尼带6、7个这兄弟吼，就去教会顶闹。咱在韩国教会吼，牧师若讲了一句，迄个因就阿门，阿门，安尼吼。因伫头前因个毋是一个后壁，是一个上头前安尼伫遐，因就阿门，因就锁门，嘿嘿嘿，安尼笑一下。那阿门，因就锁门，就安尼闹，闹甲牧师伫台顶讲就讲袂落去啊。然后咱下暗的聚会讲到到遮结束，下面咱要来祈祷，咱要来追求圣神充满的祈祷。就开始祈祷啊！咱这个牧师是真有恩膏的人。一个开始祈祷，人定定都有圣神充满足紧的，无2、3分钟圣神就充满。信徒都爱较慢安尼慢慢就起来。全教会都咧圣神充满的时阵呢，这个牧师惊我来
会对即、个姓强的即个囡仔，而且青年头壳顶就来指落。伊伫讲灵语啦，讲方言。无偌久吼，伊嘛开始讲啊，毋是干那讲尔咧，哪讲哪好。啊边吼，因遐兄弟讲，咱老大吼，探得流目屎。啊伊嘛感觉足郁准诶，伊讲我是铁汉啦吼，铁汉。我遮尔坚强，我是安怎会流目屎？伊对家己流目屎嘛感觉足奇怪。我伫遐足郁准诶吼，啊想要我流目屎都挡袂牢，都一直哭啊。对8点外要到9点，一直讲方言，一直哭到半暝2点，讲袂煞。对伊来遐6、7拢共款啊，讲袂煞。啊，到尾啊，牧师就讲啊，嘛咱到遮就好啊。啊，恁要当教会房间来休困无？因无爱啊，就转去啊。哪行吼？哪丢就讲是安怎我会好？我就是一个总硬心的这个铁汉，我是安怎会好？因遐迄落吼，这说到嘛是共款啦。讲，阮即个老大的今日通会好，毋捌看伊好过吼。隔日伊家己讲的啦吼，日头出来无共款，听到鸟仔声无共款，树叶落落来拢无共款。伊去甲校做郁出的。我讲奇怪，我通会好？伊敢若讲我是安通会好？啊，举一支扫帚吼，伫遐咧扫头壳。导师来啊，混到水么？我即个囡仔是安怎？他举扫帚咧扫头壳，嘿，今日毋知要去变啥物空梦哦？是安尼呢？结果安怎？点点扫，迄工拢静。后来。混到水嘛，叫伊讲啊！你昨是安怎？伊讲我嘛毋知。啊，你去对？我去教会啊！去教会安怎？我就人咧讲圣神充满，啊，我就敢若叫圣神充满，规个人拢改变。后来伊真正迄间中学无偌久伊就毕业啊，高三毕业。你讲的发生的事是高二，真顺利毕业，完全规个人生拢改变。后来去读神学院啦，即马做牧师啦。咱毋通看无起即个牧师这罗马牧师人伊教会即马12000人咧，凭咱台湾每一个迄个所有的牧师拢较有能力，12000人以上的教会。迄5个老师内面讲天会落红雨的啦，讲我要去调查看卖，真正来教会有3个来信耶稣，即摆。上帝要改变一个人，足简单的，你知毋知？足简单的，我抑阁有足侪在见证。我所听到的见证，我亲耳听到即个强英顺牧师甲我讲这个代志。所以伫诗篇113篇，我最后要送咱即节的圣经，你毋通看轻家己，你会通成做上帝所重要的人。只要你要有圣灵充满。伊讲，伊对真爱中间，举太古颂扬人，对粪扫堆的中间提拔贫乏的人。上帝是安尼，对真爱中间，将迄个互人看毋入眼，家己太古起来；对迄个粪扫堆的内面，去提拔迄个无路用的人，人感觉无路用的人，安尼将永顺牧师讲做现代。韩国教会一个真有名的牧师，兄弟姊妹，同款，上帝的圣神要将恩膏拼伫你的身躯的时阵，你的杯就要满出来，要祝福伫你的家庭，要祝福伫四周的人，要祝福伫伊的教会，愿上帝的圣神大大充满咱，互咱真正对伊来得到真实的活命。咱会通亲像迄5个巧的在小都共款，常常将圣神带伫咱的身边，进入上帝国。愿上帝祝福恁大家，请咱三个后头来祈祷。兄弟姊妹，过去你听真济圣神的代志，是毋是？过去你对圣神的知识
只有是停留伫知识，是毋是？有得到圣神的充满无？的充满，圣神要充满你，圣神要改变你，圣神要更新你的生命，圣神要互咱的迦南教会完全来改变，要换做一个款，是咱以前所想象袂到的。兄弟姊妹，你有较无这个圣神啊无？假使你有较无这位圣神来充满你，请你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前，我要来替你祈祷。愿圣神充满伫咱的身躯，愿圣神充满咱迦南教会伫这个所在，开始大大兴旺，亲像祝福大鼻王、祝福向永顺牧师同款。感谢主，哈利路亚！天父，阮感谢你，因为阮的教会是圣神拍远的教会，主愿恳求圣神来到阮的中间，运行伫阮的中间。我哋兄弟姊妹拍开心门，要来迎接圣神来充满因的。主愿在当圣神来到伫阮中间的时阵，来到伫阮的心内时阵，来到伫阮的家庭的时阵，来到伫阮的教会的时阵，一切拢要改变，一切拢要复兴。过去的代志就安尼过去，总是新的局面，要因为圣神的充满来改变。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甲咱教会有遮济的兄弟姊妹欢喜迎接圣神来充满因。圣神要改变因，圣神也要重用因。无论阮伫世间的年日剩偌济，总是阮知。当圣神充满的时阵，要带来大的快乐，带来大的祝福。毋是干那伫阮大生，伫阮本身的祝福，就是伫全堂市的祝福。主，阮感谢你的听人，求主将即款的祝福。伫阮每一个甘愿互圣神充满的人的中间，主求你使用因，互因成就你的快乐，你的恩膏时时甲因同在，直到主你过来的时阵，感谢主，哈利路亚！因为阮迦南教会对安尼要复兴啦，主阮感谢你，迦南教会要因为安尼来复兴，感谢主，我的主。感谢主，罗伯伫主面前恳求祈祷，感谢袂肯定，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